無懼軍警用實彈，紅衫軍佔足布防。千幾個泰國士兵尋日進駐曼谷金融區，加上有消息話當局準備喺購物區清場，令紅衫軍尋日放棄去金融區示威。但其實佢哋準備緊同軍警拼個死活㗎，將100支已經刨尖嘅竹分發俾支持者，有人收集石頭，仲有紅衫軍一度封路，阻止軍人去曼谷。軍方發言人話，有恐怖分子混入咗紅衫軍，佢哋有手榴彈、汽油彈同腐蝕性液體。軍警唔可以好似10號嗰次咁，只係用防暴裝置。如果紅衫軍衝防線，軍警會先射催淚彈同橡膠子彈；如果突破防線，就會用真槍實彈鎮壓，絕不手軟。局勢緊張之下，購物區好多辦公室都關閉，多間5星級酒店亦暫停營業。